想要来看到台南七股盐山，抑阁有将军马山沟，会当讲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这一届真罕得，大家做伙合作，甲在地特色小夹，塑双雕艺术柜。今年上届无同的所在，就是伫咧盐山的部分做一个悬5公尺半的盐大仙翁仔，伫咧盐埕看起来足有气势，嘛足有办头，会当变做一个拍卡的风景所在。另外，沙雕展览嘛头一届用红背山来做主题，要预防海期的沙洲。漏去5.5公尺，我要有2层楼高的盐巨人，一个出来气势真惊人，阁有时仔个甲真油的面的表情，武盾的体格，含这个真大的手笛啊。徛伫个盐巨人的手笛仔顶，对各种的角度来自翕，或者一下就成做这个翕相的热点。这个盐巨人真有看头，有人讲亲像迄个变形金刚，甚至有人讲像复仇者联盟内底的大反派。觉得很可爱，这个很像就是最近很红的那个复仇者联盟，他萨克斯的那个手掌，就感觉很特别。如果站在他的手掌前面拍照，就会有点像他捧着你这样。结合在地特色，塑出双雕艺术柜。台南七股盐山有盐雕，将军的马山沟有沙雕。艺术品呢不简单啊！阿妈敢好看？对，邀请荣获过台湾沙雕第1名，以及中国中国有一个沙雕师也是荣获世界第1名的沙雕师一起来创作。那主要以环境保护为议题。伫个过去，沙雕使用的沙是取马沙沟滨海的海沙，不过即阵海岸的沙流失真严重。今年就头一摆就地取材，用边仔的红背沙来做素材，嘛照着安尼来达到保护环境。这个盐雕、沙雕做伙来上场，要大力来杀观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